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熊一輝，歡迎收看這個禮拜12事件簿。我是主播阿夢，我是主播秀秀。12事件簿係客家電視台規劃當中時間將推出嘅節目，你也對其他嘅媒體亦看唔到。為做安慰節目，記住建議聯合國利用者兒童權利公告。我沒有發表意見的權利，我沒有權利從媒體上獲得有益的資訊。確實就是根據這兩個兒童的權利公約，我哋希望本小朋友在從電視台類媒體得到對佢哋有用嘅資訊。透過安慰資訊，佢哋就要發表對呢啲新聞有乜看法，所以也想當好去了解一下。兩禮拜，你嘅小朋友有對乜個事情特別關心嘅嗎？就是小朋友能不能擁有手機？有很多人嗎？小朋友，因為我周遭沒有你們這個年紀的小朋友。你們知道現在有多少小朋友有手機嗎？有沒有看過任何的資訊有講到這一件事情？根據兒福聯盟的調查，大概有40%的孩子擁有智慧型手機，等於10個裡面有4個。那這個數據符合你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你在班上、學校裡面觀察到的嗎？因為我們比較高年級，越高年級的人擁有智慧型手機比較多，所以我們班有3%到4%大概都擁有手機。那是6到8成，那不是只有4成而已。就4年級秀秀對不對？你班上有人有手機嗎？應該很多，因為我沒有特別去調查，但是覺得應該很多。就你們兩個來講，秀秀是沒有手機的。阿夢有手機。那我想要請教一下，就是說，手機這個東西，你們怎麼看待它？尤其像阿夢，你是有手機的，有手機之前跟現在，你之前是沒有手機，現在你有手機了，你的生活有出現什麼變化嗎？變得比較方便。比方說，查資料就只要點一點就有一大堆資料跑出來。用電腦還要開機，因為手機幾乎都是開着機啊，不太會關機的，所以用手機只要打開開關，然後就點一點就有很多資料，所以手機相對比較方便。那剛好秀秀是一個對照的例子。秀秀一直都沒有手機，現在也沒有。那沒有手機對你的生活來講，有沒有增加或是帶來什麼困擾？沒有。那你沒有手機的話，你會不會羨慕像阿夢這樣可以隨時查資料？這件事情對你來講，有誠心有這樣的需求過嗎？就是如果查資料的話，有可能會上查字典，或者是到圖書館。如果再不行找不到資料的話，就跟媽媽借手機。那我接下來想要請教，就是說，手機這個議題在學校，校規或是老師們是怎麼樣規範你們的？校長是說，手機呢只能在上課的時候要關機，對，然後只能在放學後那個使用開機。你剛才前面有講到一件事，只能上課的時候要關機，所以白天下課時間可以開嗎？不行。在學校的期間都不可以開機？不行。那帶一個磚塊到學校做什麼？他如果沒有開機的話，手機就沒有功用，怎麼還會有像你講的很多同學會帶手機到學校去？要麼就炫耀家裡自己有錢，然後就拿手機說：“你看我有什麼手機啊！”然後呢，大家就眼巴巴看着他，然後覺得以後就會很羨慕他。所以手機竟然變成一個炫耀的工具。阿夢，你的觀察呢？你們學校怎麼規範的？就是也是白天不能開機，如果凌晨響的話，老師可能就會先收起來。然後但不是沒收了，不是沒收，放下來會還他。對。那其他時間呢？你說如果上課的時候響會被幹，那下課我能不能在學校的一個角落，或者在教室的一個角落玩手機？不行，因為學校到處都是老師或學生，很容易就被看到。對。那其實唐代兩個小朋友講佢哋生活經驗，確實幫你了解，因為遵守係交通工具嘅手機，就按到你從小面向，係你平常可能係冇想到嘅，所以今次嚟看，你哋這禮拜為大家所準備嘅社會 Tiny Tea。你有手機嘅冇？有啊。咁你都拿手機嘅來做乜嘅呀？做幾多事情啊？在兒福聯盟第2013年手機使用調查報告嘅結果，發現有4成以上嘅國小學生嘅係會用智慧型手機嘅喲。其中有1成4嘅小朋友當日用手機嘅係超過3點鐘。有2成嘅小朋友禮拜6日嘅時間還會用手機嘅有5點鐘按鈕呢。
幾條小朋友都喺乜嘅時節會用手機嘅呢？讀書也係做起無卡路空，真勁行街呀！一陣都無卡家下，可以先脫鞋吧。行起同步抗議衝下時節，會俾人打吧？還有吃飯嘅時節沒有用手機嘅呢？我沒會呢。一份報告還發現哦，有4歲以上嘅小朋友半點鐘就會拿手機出來看一下，有5以上嘅小朋友還少到5分鐘就會搞一下手機嘅呢。5分鐘，有一些鐵風筒嘅哦。看起來阿你嘅小朋友都有一啲嘅離唔開手機嘅症頭呢。好，有的同學寫好了，非常好。好來，我們上課就。看嚟睇見呢調查報告，有離片有好高嘅手機嘅，當初唔係乜嘅好東西呢。也就問同學自家來講看啦，所以大家贊成小朋友有手機嘅冇呢？清閒，唔知道自家個2代手機嘅係好搞冇？哦，知道做唔得嘅卡到哦。過來，佢唔好上我帶手機嘅係好搞冇呢？看起來同學但是都當上我有自家手機嘅哦。先來談看啦，人做馬街會反對。所以是因為這樣子會過度沉迷，或者是放棄自己的腦袋。半夜起來玩手機，然後早上的時候沒有精神上課，然後就是上課都不認真，然後回家功課也都不做，只為了玩，然後功課就開始退步。因為同學之間會少了接觸，凡事都用賴，這樣會缺乏真實感。再過來談看啦，哪個一種看法？沒有公共電話，有帶手機的話，出了什麼事可以跟家裡講一下。雖然我們還只是小學生，不過壓力其實還是有的。可是，所以我們擁有手機之後，可以用來發洩情緒。像我們班，我功課幾乎都是沒有寫完帶回家寫的。寫完之後，我玩一下遊戲，我就覺得感覺很放鬆。無論改帶也唔改帶，唔想要有手機也冇呢。羨慕的心情會覺得他們的爸爸跟媽媽都對他們很好，會買手機給他們，就這樣。那我都沒有，會看着別人一直在玩那些很不知道的遊戲，自己不知道的遊戲，一直玩來玩去，殺殺殺，贏贏贏的，會覺得很好玩，也很想要玩這樣子。就是有點好奇心，想看他們在做什麼事情，然後呢，就會如果看他們在可能上網那些看跟別人聊天的話，就自己也會想要一點點。有時候無聊的時候玩一下，然後有些人就是現在會用什麼 Line、FB 之類的東西，然後也想要跟着他們一起用。就是鋼琴每天都要練，然後電動每天都不能玩。然後媽媽就說練鋼琴以後可以去賺錢，玩電動根本沒什麼。就是玩電動根本沒辦法怎樣。手機嘅好搞又離片，唔過幾日咧硬嘿嘿，又會帶來乜嘅上腦筋嘅問題呢？唔有想過安樣嘅用手機嘅冇呢？3C 是指電子產品。在我們生活中，廣泛的電子產品有電視，還有電腦，還有手機，還有數位相機等等。在生活中，3C 的 C 是指什麼意思呢？第一個 C 是電腦，第二個 C 則是通訊，第三個 C 則是消費性的電子產品。請問您有沒有試着數數看，您在生活中使用過的3C 產品有哪些呢？18歲，學行要夾夾進來哦。看完我们今天这个 VCR 的内容，我发现就是手机已经脱离原本它被发明的功能，就是沟通了。大家在用手机的时候，好像很少人讲是为了要打电话才把它拿出来。可不可以谈谈你们两个自己的手机使用经验？
阿猫。好，其实这是我爸就是前几天才买给我的。哇哦！然后，因为我也不太常带出去啊，就是可能就是放在家里，有时候看一下、玩一下而已。然后带出去多半是为了要联络，才会带出去，或者是想玩的时候。所以里面没有什么游戏的 APP， 没有什么通讯软体，超多的，超级多。如果是联络的话，为什么会需要有这种东西？是你爸帮你下载的吗？不是。所以它的功能其实是玩游戏都有啊，都有。所以那这样讲好了，我们用一个数据来呈现。我们刚才看到就说，手机可能有些人用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他可能5分钟或者是1小时就要拿出来看一次。那我不知道从0到10分，你对于现在这只新手机的依赖程度，你大概会给自己打几分？0是完全不依赖，我没有手机没关系，爸你拿回去吧，这只手机我不要了。但是你很需要它的话，你可能给自己9分、3分。哦，你没有这么需要这只手机啊？是不是这个样子？不是，因为我一定要保护好它。哦，是这个出发点。对。那秀秀，你没有手机，你周遭的人呢？包括说你妈妈，或者说你看到同学，还是你有朋友，他们对于手机是怎么样使用？我用这同学啊，他就是一直滑手机，就是你知道他在滑什么吗？他在玩游戏。好。神魔。对，他就在玩神魔。是一个男同学。女同学。女同学。对，然后呢，就每次用完要回家的时候，一大堆人跟着他回家。要做什么？玩他的手机。哦。他愿意让其他人到他家去玩他的手机？不是，就是边走边玩。然后这样不是很危险吗？这样不会不小心掉到洞里面，或者撞到电线杆吗？他们就想要啊，他们就高兴啊，然后就是趁他还没有回家之前，就赶快滑一滑，玩一玩。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例子哈。我想问2位，听到这个例子，你们怎么看待像这样的行为？你会羡慕说哇，那同学好棒，人缘变好好，每个人都去找他们，因为他有手机。还是你会觉得，那些人连自己的这个安全都不顾嘞，为了要玩手机，还可以边走边滑。你是用什么角度看这个事情？就是应该说是从朋友关心朋友的关系，对，来看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我朋友啊，他们在玩的时候，在滑的时候，如果我提醒他，他就会说很烦啊，所以就不心理你的关系，对于你要关心他们，其实没有接受到这一点。对啊。阿梦周遭有对这种手机好像使用频率比较高，甚至有成瘾状态的人吗？他就拿出来炫耀而已啦，其实还好。就是我看到我旁边的男同学，他就是因为他是侧背背包，然后他打开里面的东西很容易看见，然后他一台超大台的 Samsung Note 机，然后呢他就放在里面，然后我看到他的手机说，哇塞，那台手机好大台，然后说怎样羡慕吧，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行为有点怪异。那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 VCR 里面也看到，让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炫耀这一点是我们现在才听到的。那另外一点，反而我们比较会害怕，就是他跟大人或者跟其他人抽烟或者甚至喝酒一样，原来手机可能也会造成我们有所谓的瘾啊。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对手机是不是上瘾了呢？有什么检测方法吗？有3个检测方法，就是先讲一下这3个检测方法，你们是怎么得知的？我们派了小记者去采访儿福联盟的黄姿宁小姐，也就是我们2个去采访的。那我相信我们待会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可以更清楚知道小朋友对手机或是大人对手机怎么样检测有没有上瘾。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礼拜的谁为文案台。我们今天来到了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我们要来访问黄姿宁小姐，问她关于学生使用手机的问题。CLS 店铺，我们走吧。那可不可以教我们3个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手机成瘾的方法？我们现在这边会讲到的就是说，像小朋友用手机的时间，比如说现在呢是应该要吃饭时间，吃早餐、吃中餐、吃晚餐的时间，可是呢爸妈叫你说，吃饭喽，你还想要继续滑手机，不想要走到饭桌去吃饭
然后再来就是小朋友的心情会不会受到手机的影响？好，比如说今天你忘了带手机去学校，或忘了带手机出门，你会不会感觉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好想要冲回家把手机拿出来。再来就是时间过于密切，比如说就太紧密了，你随时都想拿，手机就随时都放在身边。现在人应该大概平均应该几分钟就想把它拿起来看一下，你看说 FB 有没有人赖你，或者有没有人敲你这样子。可是就是现在游戏这么多，可能我觉得自己约束自己不要玩游戏真的很困难，那怎么办？如果你发现我真的花好多时间在游戏上面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减量因为一开始要小朋友不玩好困难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减量从比如说我觉得一天少玩5分钟，其实少玩5分钟我心情也不会受影响，也是很开心，因为我有玩到从这样慢慢减量，然后慢慢的让自己可以减到自己可以接受的量。如果我的爸爸妈妈如果有沉迷的话，我们该怎么提醒他？很好，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他会开始玩手机，其实是爸爸妈妈也开始玩手机对，所以如果爸爸妈妈有沉迷，就是发现爸爸妈妈玩手机的时间好长都没有时间陪我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跟爸爸妈妈说比如说你希望爸爸妈妈现在陪你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想要爸爸妈妈陪我玩比如玩拼图，或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比较具体的跟爸爸妈妈说你现在需要他陪伴。那如果呢，爸爸妈妈的就是玩手机的状况比较严重的话呢，爸爸妈妈可能就需要就医，这样子就要去看精神科。对。我们刚才一起看了这个社工黄小姐她介绍手机成瘾的几个检测的方式，我很好奇，就你们自己的观察，你们周遭有已经对手机成瘾的人吗？像刚刚讲的，我的用对同学就一定很大的沉迷了。他是那3点，我们看到好像有的是说，他必须要很频繁的看手机，有的是没有会影响心情，那还有是说他可能已经废寝忘食。他就是废寝忘食啊！早餐的时候他有带他早餐练习的时候他有带手机过去，然后我们约他一起吃早餐他就不要，他就自己走回家了。就是为了玩手机。对。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发现？会一直用手机的是大人比较多，还是小朋友比较多？都很多，都一样，都一样多，都很多。既然大家都用手机的时间那么长，为什么管的对象只有小朋友？你觉得有什么可能性？然后这样子合理吗？我觉得大人要以身作则，大人要先约束自己，再约束我们小朋友。既然大人自己都做不到，为什么凭什么要求小孩子做到？大人做唔到，做乜嘅？要乜嘅彩條要叫成人都可以做到。大人能把正確嘅好好嘅大條做到哦。你們立法站張嘅2023已經3讀通過，理統了少年福利還有kend住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明天早位幹奉人，我是實際照顧者，認同嘅禁止理統了少年超時使用3C 電子產品。違反規定，情節嚴重嘅，最高會處罰5萬元嘅罰款。不過問題係，連大人自家都冇法度控制，用樣板就是列咗法令來限制成人的呢。那我還要想請教，就是說，剛才黃小姐後來也教了我們一些，就是要怎麼樣避免自己從成癮的狀態慢慢解除，不要有成癮的狀態。你可不可以幫我們整理一下？你們各自講一下，要怎麼樣避免持續對手機上癮？就是慢慢減量。就是假如你一天都玩幾小時啊，假設你2小時，然後就慢慢減，大約一天減5分鐘。哦，5分鐘就可以。對，然後呢就慢慢減，減到自己可以接受，然後呢這樣子就不會，這樣子你有玩到，你會不會開心？不會不開心。所以不是像比方說今天手機玩3小時，第2天開始我不要手機了，手機拿出來丟掉，因為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不可能立即斷除這個癮。就是手機雖然也很方便了，但是如果不好善用它，就可能會變成方便中的不方便。所以在這禮拜，注意每一條事件，我請大家開始來思考。大白不論你係談嘢寫咗，窮下佬其他人不下人說判嚟之啫，你係條來搞手機嘅事件下窗，然後老不下人
面对面讲话，时间下场，这问题帮大家共下来思考。要详细了解埋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还有多精彩的内容，下周礼拜六下午听晚7点半，你共下准时收听。小我四天铺，拜拜。转来了，记得要继续收听哦。哇，阿美哦哎！台湾竟然是全世界便利商店密度最高的国家。我选了御饭团，因为我发现班上很多人早餐都吃这个御饭团，譬如说醋酸钠、氨基乙酸，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耶。小我